彼得休息了一天，现在又要出来捕鱼了。他小心地检查他的渔具。自从彼得认识耶稣之后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不再乱发脾气，做事也稳重多了。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生活好像少了什么。虽然还是一样的加利利海边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过的渔网好像比平常又更新更重。难道我每天只能打鱼赚钱？我难道不能再过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吗？安德烈，出门捕鱼啦！听见啦！不知道今晚成果会如何？真希望今天能捕到很多鱼。约翰、雅各，出来捕鱼了！来了。这天晚上，彼得安德烈和约翰、雅各4个兄弟迎着月色下网捕鱼，可是运气似乎不太好。他们忙了一整晚，一条鱼也没网到，他们只网到了一堆没有用的水草。真冤枉！我还忙了一个晚上，都是草。耶稣，请再告诉我们一件天国的事吧。求我的好意思啊！彼得，你能不能借一下你的船呢？当然可以啊。这时，彼得正准备把船开回岸边，靠岸停住。耶稣突然叫住他：“彼得啊，你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捕鱼吧。”下网捕鱼，这时候怎么可能捕得到鱼呢？我们捕了一个晚上，连个鱼影子都没看见。对啊，现在是中午，鱼儿多半都躲着太阳休息，怎么可能捕得到鱼？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的话，我还是照你话说吧。就这样，当彼得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撒网，奇妙的事就发生了。渔网一下，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一样，不管怎么用力都拉不上来。仔细一看，哇，渔网里满满都是鱼诶！哇！哇，好多鱼！水高大，哇海大。是吧？你是个罪人，不配领受你的爱，请你离开我吧。不要害怕，来跟从我吧。以后相信我的人就会像今天捕到的鱼一样那么多。于是彼得放下渔网，抛开小船跟故乡，和家人告别后，就跟着耶稣四处去传道了。让我们掌声谢谢这些